再来看这新竹宝泡沫高仔园游乐区呢，伫2001年的时阵，因为风台破坏，所以高达已经停业20多冬的时间啊。也毋过最近煞有人发现讲，这园区内底是有放大量的营建的废弃物。经过调查，结果发现讲，这是地主甲业者斗空讲好势，要来趁黑心钱，目前已经趁到2500多万啊。这地检署是来起诉地主顶12个人，也建议法院甲地主判2冬6个月的有期徒刑。刷车甲大量的废弃物倒伫山坡地，各怪手伫边仔斗3工，对天顶看落去，哪像粪扫山，有大量的营建废弃物放甲地甜。这是新竹的宝泡沫游乐区，经过真出名，后来受到风台影响，停业到今已经超过20多冬，想不到即马变做非法倒废土的所在。新竹县政府呢，在109年已经成立了检警环农工的这样的一个平台。那发现有任何的山坡地开发或者是非法弃置的行为的时候呢，我们会立刻联合相关的单位到现场来稽查。那这次的案件是透过这个平台呢，顺利的把这个违法的案件移给我们的新竹地检署来做个侦办。经过新竹地检署甲环保局调查，查出原来是地主甲非法业者用一车3000到9000块的价销，甲营建废弃物对北部地区运来接倒，甚至北地短短3工就偷倒32车。依废弃物清理法等规定，向法院提起公诉，并依法请求没收相关被告不法所得及运输工具。另外，就罗姓地主部分，请求法院从重量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以上。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的部分，我们是可以依次来做一个6到30万的一个裁罚。那在涉及刑法的部分，也可能有1到5年的一个刑期。环保局提醒，偷倒废弃物乃破坏环境，该面对1年到5年有期徒刑，呼吁千万唔当做违法的代志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